談判要平等，唯有靠佔領中環。連佢都話特首選舉要有篩選，2017真普選唔係仲信有係嘛？近排仲有人話傾政改應該互諒互讓，爭取最大共識，唔應該公民抗命壓迫其他人。提出佔領中環嘅戴教授尋日就寫文反駁啦。佢話政改談判係要建基喺平等政治權利嘅基礎上，唔係嘅話達成嘅共識只會令唔平等同唔民主嘅制度延續落去，唔符合民主嘅精髓啊！佢認為反對民主嘅人長期用特權係咁漠視、邊緣化同排斥爭取民主嘅意見，要落實民主就先要建立民主制度，用佔領中環向阿爺、建制派同政府施壓，等政改談判翻平等嘅基礎上面。戴教授指出，依家最大嘅問題係立法會唔能夠代表多數香港人嘅意願，特首選舉更加係小圈子。強調香港人係用過所有合法方法爭取，都見普選無望，先提出佔領中環。形容嗰陣時嘅公民抗命，先係長遠真正符合民主精神嘅行為。陳日君都批評中央一直唔履行普選承諾，係逼市民佔領中環嘅主因啊。不過佢話唔希望無限期佔領，同埋要深思熟慮。都要有個結量話成功失敗噶嘛，係咪？如果你要拖幾個月啊，即係我哋香港啲人都做緊好重要嘅嘢。我都平時好忙，好多嘢做嘅。我如果坐喺度2個月，都唔知個目標幾時又有得表決啦即係我都知道幾時可以話我成功咗，我失敗咗咁樣都應該即係唔可以無限期咁樣。因為行動目標唔可以籠統，要有具體內容同時間表。亦都呼籲教徒應該繼續關心政治啊。